你较少啦。嘿，你较济，你较济。好啦，我想互大家看这个吼，恁嘛有看到即期的迄个文信无吼？文信即期是台语文学的专号啦吼，叫做台语文学近20年台文创作这专号吼。啊，这是无简单啦吼，种伫华文的杂志内底买出一个专刊，台语文学的专刊，这无简单啊！这个是郑顺聪老师伊特别刻画然后摇集7月来出版，水准足悬啦吼！我伫内底伊叫我写的。大约嘛是今日我要讲的即个物件的主要的文字化啦。我今日拢就是放 PPT， 内底足大部分就是我的诗的各阶段的迄个我家己我感觉讲要互大家分享大家的作品啦吼。这篇我写这篇，我的题目叫做台语写作这条思路，所以和我今日讲的主题其实也足相像啊。我小可先讲这个恁若会，恁就去买一本来看啦文信安尼，这是我写这篇啦，伊足早进前就交代我写。结局咧，我袂记一去啦。我怎即个代志袂记一呢？因为伤济代志啊吼。即个我袂记一个。伊无定伫我讲，顺聪我讲，你爱交稿哦，迄个过2工爱交稿。我讲是啥物代志咧？伊甲我讲，我毋是叫你写一篇文章，讲文信要爱的。我讲哟，我怎袂记一个？我讲无要紧啦，你咧写足紧啦，吼！我就怎恁2工怎写这？伊讲叫我写1600字啊，吼！我写一个变1760字啊。这我小可讲啦，哈！我有分几个迄个小的题目，咱讲有一个大的题目叫主题，有一个小题目叫主题子题啦。第一个我是去讲迄个语言觉醒甲语言重视啦。语言觉醒就是讲，什么人伊会使用台语文写作，这需要足大的语言觉醒。这个 language awareness， 这个语言觉醒毋是遐容易来啦，毋是讲你著出世，你著台湾人，你就是有迄个语言的知识，然后你著有迄个才华。然后你就有迄个知觉，迄个知影讲你爱使用台语文。咱会当看讲目前台湾的主流，台湾文学的主流，抑阁是华语文是主流，毋是台语文主流。你就知影迄个觉醒是足困难，迄偌困难你毋知影？一个人用台语文写作一世人，你要叫改换台语文写作，迄是足困难的你要放杀太济物件，所有物件，伊目前所有的，伊拢放弃，你要重新去学习。所以这语言觉醒无简单，过来要有语言重视。语言重视是啥货 ？language loyalty， 这个 language loyalty 就是讲你对这个语言你有重视，比如咱对咱的国家有重视。咱对咱的语言其实嘛有重视啦。像我语言觉醒了后，我就重视我的语言，所以我就一直使用台语文写作。我的台语文写作，就是包括除了诗以外，我写散文有人讲散文，我较不爱讲散文啦，散文就散所以我较爱讲散文啦有人写小说我无写小说，我小说我足爱读，但是我到目前也无写半篇小说
啊，我有写论文，学术性的论文，我嘛拢用台语书写。除了用英语伫国际发表以外，我是用台语书写。啊，这就是语言中心啦。啊，这语言中心有哪做无遐容易哦？你要像这批伊我邀稿的时阵，伊就无要求讲一定爱写台语嘛。伊讲伊这是华语文的刊本嘛，所以是尊重作者啦吼。嘛有真侪人伊是讲你用华语写就好，毋过我就是会用台语写。咱做者朋友嘛拢用华语写吼。当然这就是每一个人对语言使用伊的惯势也好，也是讲伊的观点也好。有人认为我语文我著足侪项拢会晓，我拢会当用但对我来讲，我就是坚持要使用台语这就是观念啦吼。这个语言中心，和讲话共款吼。讲话我嘛是坚持我的语言中心。我任何场所啦，无管什么场所，我拢使用台语，包括正式的，包括学校的校务会议，阮校任的校务会议，阮院任的院务会议，我拢是全部拢使用台语。其他人拢讲华语啦，但我讲台语。因讲华语，我嘛袂讲。恁他毋讲台语，我也袂注意去讲但是我就是讲台语。到当时也无人我当讲袂使讲啦无人我讲你爱讲这阮听无，是安怎无啦第二点，我过落来就讲我写作的方法，我会叫做计划主题写作。计划主题写作就讲我咧写作的时阵，我先计划好。就是我的诗集是一本一本写的，我的散文集嘛是一本一本写，拢是规划好了规本去写。网络写作，就讲我写作了，我有伫网络顶有发表，所以嘛算网络写作。我拢伫我的 Facebook， 我的人面册发表。我有一个人面册口座，就叫做我的名李钦华这个吼。第二个还有另外一个叫台湾母语作家李钦华。以前还佫有2个，后来我讲迄是一个朋友好心，佫给我开2个口座，所以我的 Facebook 以前有4个口座，我后来把迄2个甲关掉啦，因为我著管理遐济，所以我即摆留这2个。我的迄个人面册，我的 Facebook， 我记得李钦华这 Facebook 目前就差不多接近5000个，伊是规定5000个，是迄个上悬啦上济。我看伊追踪还佫有2000几个啦我伫迄个台湾母语作家李钦华这个，我本体有哪拢无啥底家管理啦伊真正做袂起啦，管理袂起。但有一天，就前一阵雄转我通知讲，我有3000个追踪者，我就想讲，有3000个人咧追踪，我拢无咧插面，我安尼足无负责任的咱若开一个网络的口座，你爱管理，你爱负责饲因呢 ，you have to feed them， 你爱饲因啦，你无来饲会枵死啊，是你的责任啊。所以我即摆怎开始？分这2项物件去看啦。我逐工拢伫我的李钦华这个口座，我著看我较生活得的物件啦。伫台湾母语作家李钦华这个口座，我著拢敢若是台语文写作的物件，我的作品的物件，就分做两边啦还佫有一个读册会。就是我伫迄个2011年，差不多咱迄个母语认证了，
我大部分即个入位的遮个朋友，拢甲伊招来，大家做一读册会安尼会当继续大家伫遐讨论安尼啦吼。然即马还有10个人10个人。拢一起头是还有10个人，逐个月阮组织做伙食饭、啉酒、开讲、分享新作、分享新的作品你若有写新的作品，你就来读互大家听，大家帮你出意见，甲你修改。所以我逐篇文章拢来遮分享。嘛按迄阵到当每一遍，所有的聚会。逐个月聚会，我拢一定有发表新的作品，拢有人甲我修改，所以嘛算作共同写作啦，毋是我个人写作。一般作家拢是你家己写家己得，无人咧插你你就发表你就出册啊。但是我无，我这拢互上接近10个人听过，改过，我出意见意见大部分我拢会接受啦因就是读册，而且咱内底足侪拢是台语文足敖的人嘛最后我是讲即个艺术性甲哲学性艺术性就是讲你是诗就是艺术，所以你要讲究艺术性，毋是讲语言无你就是去用笑讲，台语文、台语诗就敢若有语言无诗，所以是艺术，所以爱讲究迄个艺术性等下我分享我的作品的时阵，我会甲你讲即个物件。第二，我佫讲哲学性，实在是哲学性，我要讲呢，因为一个作家真正的一个作家。重要的就是伊的思想你爱看世界所有伟大的作家，因的文学作品内底思想是拢足悬的，所以这个哲学性这哲学性就非常重要我最近出版的这本诗集，咱等下有讲到我会分享部分叫做是非有芳草。是非有芳草就讲。即个代志是对毋对，伊是有芳有草的啦。咱若讲即个人毋捌芳毋捌草，就讲即个人都袂晓分是非对毋对，拢袂晓分，毋捌芳毋捌草。但是咱爱捌芳捌草，所以我就特别去写即个物件。安尼大约互大家了解一下。你若会当，你去买来读啦当然你也去读我的母语作家李钦华内底，我有甲翕起来然后搭伫遐，你会嘛当伫遐读好，安尼我就来讲今日主题。我即摆先放我的 PPT 啦等一下我分享一下你有看到无？有好，安尼咱就要开始来讲我的题目叫做诗是诗啦只下咧讲我的诗路就我写诗的这条路啦就是我头仔用台语写文学用台语写作这条诗路。现在讲诗是诗呢？讲诗什么时阵会当成做一首诗？什么诗人会当成做真正的诗人？这是规世人的代志就是讲，现在咱咧读的作品，拢会去读古早时代的诗人的作品，因为因死嘛，所以你就讲迄是诗现代活的人，你就感觉讲迄也袂死的，所以也毋是诗但是你要知影，
迄个死去的诗人以前嘛活过啦，即马活咧诗人以后嘛是会死去啦。就是讲你爱发动超越即个时间，所有的真正的诗人、真正的作家，拢是写一世人无停的，写到死还搁咧写。我所知的，我特别有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因拢是安尼，到过身之前还搁咧写作。我想我嘛是会抱即个迄个志向在写作啦，所以我用即个诗是诗是诗是诗来做题目安尼我来放第二张。我先来讲什么叫做诗人你头就讲诗人，什么叫做诗人？我有一档写一首诗叫做《所谓诗人》，发表伫《自由时报》的副刊。迄档的迄个年度诗选有选这首诗，因有我写感言我就讲，我发表这首诗了后，就得罪所有的诗人我讲，包括我家己啦，我家己嘛得罪着啦这个诗这个物件，就是要面对真理啦，袂当有虚假所以就是要照实讲，所以我就安尼写当然所有的大部分的诗人。特别是出名的诗人，读着我这首诗拢袂堪一啦，拢足艰苦啦好来，我来读互恁听。诗人毋是红色的油炸粿，伫乌色的西米露顶悬跳舞。诗人毋是十花五色的马仔，四界夜夜飞。这第一段是我写这恁当然袂看有当然我毋是用一般的语言，咱讲用诗的语言咧书写啦就是我就批判着有部分的诗人就是因较爱做诗人所以不时就是拢伫遐咧你可能知影我的意思啦。其实我写这首诗进前是有互一个。所谓诗人刺激着，所以我怎啊写这首诗？就有一个诗人，伊家己开足侪钱，办一个世界诗会，邀请世界足侪的诗人来。伫迄个诗会顶悬，伊办一个诗奖，伊讲伊以后逐届伊办拢要办一个诗奖，迄是第一届。伊迄当伊办一个诗奖，互一个诗人，迄个诗人就是伊啦，办互伊家己。我看着报纸，我人挡袂牢我书写这首诗。过来，我讲，诗人毋是青影的诗花，刻写诗人的密度，赏写诗人的悬度，装扮诗人的深度。这个。这尾无抬着拢足困难啦诗人毋是台仔顶吟诗的红声，诗人毋是台仔骹虚伪的掌声，诗人毋是空气中流传的风声，诗人是暗夜彻夜笔尖。诗人是吐出来诗，梦着希望。诗人是寒风中头壳顶闪烁的灵感，带来温暖。诗人是今仔日在写诗的人，
诗人是明仔载发表诗的人，诗人是后日出版诗集的人，诗人是人的死，诗袂死。你若写诗的人，你可能嘛是会受伤哈。读这款诗，读了你就受伤啊。迄是对诗人我的定义，差不多是安尼啦。啊，当然我家己有哪拢毋是拢完全做会到啦哈，所以我讲我嘛睇着家己哈。啊，但是面对真理，咱就袂使考虑其他啦哈。迄就是咱讲的迄个面对真理，咱就追求真理，咱就干那要追求迄个真，迄个事，剩的拢无管啊。过来我是这首诗叫做写诗，啊写诗人是先做安怎？啊写诗是先做安怎？啊，好来，诗若接写，技巧愈练愈卡，动头就愈有，高调就愈高调。若久无写，写着会疼。看看写，就搁看看骨溜，灵感若水泉直冲，愈写水愈溢。短诗写好有力，长诗连绵曲折，高调一风过一风，一文诗连绵到站，方便搁轻松，风格爱有变化，爱有创意，读着才袂野线，爱有深度。才会爱买一遍，读过一遍。诗会若吟，还有歌，你着会若嗨哦。这是我对写诗的，就是爱足美烂，爱有创意，爱有深度啊。这第三首嘛是在写诗人，这个是我去。2011年，我去尼加拉瓜参加迄个国际诗会，因邀请我去，啊，我去了，我感触足深的，特别是上届尾仔时阵办一个活动，因就是甲诗人某一个诗人，那当然是假啦吼，就是假设一个诗人，啊，一个翁仔啦吼，放去棺材内底，然后。甲因扛有一个出葬的行列，甲伊扛去到海边，然后甲伊海葬，甲伊烧掉。啊，沿路大家拢足快乐，拢去跳舞。哇！我感觉这境界足悬，啊，所以我转来写这首诗，叫做《欢乐的壮士》。诗集出版啊，厚厚的一座诗的坟墓。最后需要一个墓牌，这首诗无放伫内底，放伫外口做墓志铭。一路行来，有忧伤，有苦痛，有困着，有陪伴。一首一首甘目屎，一首一首含血珠。用青春唱爱歌，用性命吟新诗。无管过程是安怎，代志完成就是快乐。愈艰苦的代志完成的时阵愈快乐。咱一面念诗，一面跳舞，伫炎热的日头光下骹，大声喝休，诗人万岁，诗歌万岁。灵车对伫后壁，牛头马面压伫双边。来到黄昏，来到海葬的水边。因甲诗人为棺材内底夹出来，夹伫空中跳舞，这么快乐的死亡，生命的高调，烟火射入去夜幕，群众喊话哪掠狂，花白举来啊！诗人甲伊的诗集伫火焰中升天，尸体甲尸体的火呼渐渐。流向海的尽头，群众的噪音渐渐远去，渐渐浮起来，
作者的朗诵，读者的回音。我这就是讲诗到死，死是死是死是死，写到死，然后佮得到这尔快乐，这就境界上悬啦。诗，这是你看，1978我读大学的时阵啊，伫东海大学写的诗啊，迄阵用华语写的，我甲翻译做台语。啊，这首诗是我唯一伫美国的诗刊《Nimrod》发表。诗啦，我敢若伫美国敢若发表过一首诗，就是这首。当然发表的时阵是翻译做英语啦吼。一首深写好的诗，困前还伫胸前，有烧暗困。有烧暗困，暗困。梦中开甲好色好势的一朵花，醒来。随互四周围的冷空气刻甲脆。迄个大学时代写的诗，看起来就是真有悲情啦吼。写迄阵就有开始有感觉写诗悲惨的命运。后来我即摆按迄个上后壁即本诗集讲起，即本当咧写的吼。我正是咧写散文集啦，叫做《册房春秋》，用写要20篇但是有时阵我会走诗出来，所以我嘛甲捡起来，所以叫做《南山集》啊南山集就是讲我这毋是我计划写作的我捡来蓝山啊，甲集做伙到即马敢若4首啦我先叫做南山集，就种嘛毋知影写到什物时阵就停止嘛所以捡几首算几首啦这个算我第19本诗集我咧讲19本是有包括即个早期用华语文书写的诗集毋是敢若台语文。那敢若台语佫有包括诗选我拢有算，安尼有19本啦若无算，若敢若算台语，安尼12本。不过12本嘛足济啦嘛算写足济有时嘛会感觉讲写伤济写伤济有啥物歹处？有好处有歹处这歹处就是讲会讲测伤济查嘛你爱出册嘛，爱用纸会讲测查。你的诗若无迄个价值安尼讲测遐济查，嘛是对环保无好啦所以较早嘛差不多这是尾流啦第19南山嘛这个念者必见原本是线夜的浮萍，浮沉，四界漂流，已经环境导甲毋知家己原本的设置，嘛伫平静的水面安稳过日子。阿爸的阿阵时天开，当作伊是无人机，飞入来咱身边，射来射去。声叽嘎叫，喙春长，想要甲咱落，想要甲咱捅。咱着恢复咱名字，咱的名字是水漂，咱的本色是勇敢的喙青。喙青的水漂，围垒做伙，苦斗阵，摆好避战的阵势。若是有够艰辛，心如刺，硬要吞落去，伊稳死。这是我4月正7月这因为我毋是计划中咧写，所以这捡的啦叫南山的。过来，等于第18本就是当出版的。讲当出版嘛，伊用出版东外是非有芳草东外无可能有可能就是2021个尾印好所以安尼嘛是半当去
好来，叫是非有芳草，芳甲草，这是我的史诗啦，第一首诗。无是无非，生出真济是非，是是非非，高了高说，无是无非，涨涨过过，规枝莲花池转是落花满，规枝莲花，莲花池敢有法度铺出一支河？这个我用罗马尼写这莲花。读出来的音变做莲花安尼尔哈，所以是莲花池，但是伊嘛是莲花的莲花池啦。莲花你知影嘛？叫做莲花哈。较莲花的莲花池，嘛有满池的莲花，一蕊一蕊白，一支一支红，袂晓分芳草，无得分芳草，无芳无草的。为君主，所以我就已经第一首诗写芳甲草时，我就已经猜为君主了。因为你啊，咱读过迄个爱莲说嘛吼，爱莲说内底就是讲莲花是出淤泥而不染，我这就是为君子啦，哈，为君主，啊。出淤泥而不染，迄规个社会乌落木济的时阵，你会当家己伫遐自命清高，啊，比如讲有某一个作家，啊，咱逐个拢足知的大作家，啊，以前伫中国也未，即摆中国还未建立进前，拄伫咧内战的时阵，搁较进前。中国在和日本相战的时阵，这个大作家，伊拢秘伫一个所幽静的所在，一个所在写一本册，即摆嘛足出名的散文啊，迄就是即种啊，逐个人拢在相战，啊，逐个人拢伫遐艰苦、痛苦、死亡。伊会当秘伫迄个山顶，会真足幽静的所在，写迄个优美的散文，所以足侪人甲学咯。伊的散文写有够好，我写愈好，就是愈无良心嘛。这个为君主啊，我就先配即种的为君主，袂当安尼啦，啊，袂当安尼。咱人袂当无迄个是非，无迄个社会责任。佮转去到第17啦，哈！第17是我退休的时阵，伫师大退休，我即摆佮伫中正退休啊，这第2遍退休啊。到即个月是伫中正台文所专任的最后的1个月了哈。啊，第2遍退休啊。啊，这第1遍退休的时阵，就是2016年，我66岁，我因为日理时代的时阵，时间无拄好伫一个学期中是半学期，所以我退休的时阵，绝对爱慢半冬退休，所以我变66岁退休，毋是一般65岁啦。啊，我著退休的时阵讲，我甲家己讲，我要写66首诗，一工写1首，啊，然后逐工迄首诗拢要铺伫我的人面册，当做一种的表演，叫做实验。我甲伊讲做实验。有哪个艺术家，伊吊伫空中，有限一个时间，伊要完成什么货安尼，叫做表演。66工，写66首诗，无限主题，的生活的感受，迄66工拢爱写，所以叫生活实验啊。我有完成。有完成。即种表演性的诗，咱足侪人就有时会感觉讲，诗哪有人安尼咧写的咧？安尼可能会写无好嘛，我就是认为讲，
写诗写了好甲歹，甲你安怎写无地带啊！哦，你毋是讲足侪人就是哪想讲，就是爱一世人写几首啊诗就好，啊写得足好安尼。啊，我讲迄拢是平大人的借口哈。啊，其实你愈认真写愈济，啊，你量化就当来影响你的质化，啊，你的技巧愈来愈好，就写愈好。当然嘛有迄个失败的例啦吼。我来选其中的几首，互你看卖。我逐工写，吼，逐工啊吼，我这首诗叫做写字，啊嘛做这本册的皇帝诗啦吼，皇帝诗，因为皇帝吼，有人写一字伤伫你的心纸，你要写一字害伫伊的心纸，还是写一字分缀伫伤痕顶悬，甲迄字伤缀互愈疼，疼入纸心。啊是莫搁写字，用斧仔甲伤热斧掉，只惊最后内心煞积真济腐仔屎。有人伫你的心纸写一字爱，你是爱踏伫云顶悬，完全麻麻，搁会渗入纸心，浮起伤字的气魂。父辈所有的不敬，包括所有累积的腐仔屎，这拢就是我的感受比如讲我内心有受伤，我就写安尼诗，讲我内心受伤，我要安怎我就是该写这诗我来写这个诗了后，经过这个诗写作的仪式了后，我迄个受伤竟然得到治疗。这就是讲我会遐尔认真写作其中的一个原因嘛。就讲写诗其实是对我的治疗咱人生内底遇到的足济艰苦结果、痛苦、忧伤、悲惨，拢得到讨伐。16岁时，我画我的100字画像，画家是用画100度画这个人形，我是用文字甲画我迄16岁迄阵的写作啦吼。头毛虽然真济。爸门虽然也细，下头冷地一直接替，光照着后山的规片森林。目睭真大蕊，感真济感情，嘛感真济忧伤。岁月无留明显的脚印，目神却藏袂掉一世人的劳苦。目镜毋是要看互较明，是要用薄薄的镜片阻挡人世间的歹看事。鼻啊矮矮无悬，鼻孔小可悬悬，鼻毛塌塌，马过入社会的臭味。两岁兄咱是，哪像已经夜搁听稀微的声，嘴唇高搁红，高所以重，所以面大叮当，要红所以要热情，要搁想要浸这个无值得浸的世界。用鉛笔画我的面，敷了搁画，画了搁敷。做必心的自信心受底，无够业画出我清澈的面膜这是我的自画像，你看有成我无啦搁有一首
叫三个恋人哈，三个恋人，三个爱人啊哈。咱有三个恋人，一个叫做过去，一个叫做未来，一个是现在。咱拢袂记你过去的痛苦，干那会记你甜蜜。咱含过去安尼恋爱袂煞，咱含未来有真侪幻想，希望真侪幸福。山明海誓，拢是轻轻松松。咱含现在有较平淡，有较冷淡，安稳的厝脚，平坦的日子，爱情亲像形式，相爱敢若负担。咱到底应该把过去放乎江河大海，对未来莫搁空中路过，好好把现在这个恋人，亲像课本教人安尼，还是应该好打离开现在，勇敢迎出未来，还是时空机制咧，返去过去的怀抱，莫搁伫遮流乱。那三个恋人，咱大家拢有啦吼，毋是讲我有吼。内心年龄，到底你是几岁？你内心年龄是会当倒摕转去啦吼，会当愈来愈少的吼。像讲像学者讲，伊是37岁，咱内心年龄啦哈，我逐工拢会放我的内心年龄，内心的年龄，我拢会放我咱事实的年龄，迄个身份证甲你写好的，迄个袂当改。但你内心的年龄，你逐工啊放，看你的年龄有伫减少无啊？还是嘛咧增加？我有一个房啊，除了会当放体重。嘛会当量内心的年龄。顶边我量41岁，过年我量减1岁。正光光徛伫房仔顶，坦白面对家己，保持无瑕，保持天真，是毋是有一天内心会当转去到妈妈的主强？这就是内心年龄。你会当对到妈妈的主强，对到灵魂，迄是上悬的境界啦吼。我最近了拢45岁，已经经历45岁，真规档的啊，拢无法度搁转去，这是真困难啦吼。过落，这是我第16本，这是诗人四十一里花，就是我写诗写40档的时阵。出一本选集，叫做《诗人41里花》啊！我即马念的要搁要写50档啊！我即马咧想讲，我敢是搁来出一本《诗人51枝草》但是想讲莫安尼啦，莫共做迄个树啊，准拄煞吼。写50档的人嘛足济，毋是甲你一个吼。诗选我拢无搁选啦吼，过去咧15本14、13，这是规系列的，就是我有逐工拢伫人面册顶悬发表我的作品。迄个时阵我甲我的主题定伫花啦，讲咱的花，咱台湾的花有足济嘛，你是捌偌济你生活周围的花你敢捌？我就是拢相机拍咧。四界伫我生活周围四界去翕，因为我毋捌，我就去向请教种查网络顶悬是查册，了解，然后写一首诗。我迄阵拢定形式啦拢写4纸就4行诗4纸2分2段头前2纸，后壁2纸安尼，要押韵，但是后来写了，到尾嘛。安尼形式足歹控制，所以我后来嘛是搁甲形式拍破甲头写拢是安尼啦。
所以即马阿波罗都等咧开嘛吼，师大学会的阿波罗吼，啊等咧开啊，即有人叫做黄金河吼，啊正长水吼，啊拢是学生毕业的时阵会开会，所以我家己写做安尼啦吼，离愁，离愁啦吼，离愁变落黄金河，欢欢喜喜雷震果。无管原本偌优秀、偌娇柔、偌素，火期一过，练出乌硬果夹落土。哦，伊个水果啦吼，伊个结果嘛，啊果就有一个夹，伊这个夹果吼，荚果吼，啊这荚果看起来就做成一支剑嘛吼，所以我讲。伊练出即个啊，到尾是落土啊，落土我就甲伊写做安尼啊。这当然你就知影，我是咧写毕业生嘛吼。啊，个因为我就是按算讲要写一本诗集，啊，叫做《南面街花蕊》，啊，写了就要出版，啊，我按算嘛按算一个月啦吼，一个月。2个月，迄阵按照2个月写60首，结果后来煞挡袂牢啦一直写一直去啊，所以我后来阁有甲迄个内容阁扩充，除了写花以外，我有写实物、写树啊，就比南面街贵者，后来阁挡袂牢，阁写较济，所以阁迄个南面街传奇就写全比3本做伙出啦拢有翕相。为着要翕相，我阁去报名迄摄影班，去跟即个摄影大师翕相，单眼的相机。这个树啊，美人树，这是师大边师大路顶悬。你怪奇我的名字，我奇怪你的技师。美人，敢一定是外表？外表我嘛朝朝是刺。这叫做美人树当然这个我讲真正的诗人是思想这就是我有藏思想伫内底啦这你知影，这就是一种迄个性别平等的观念嘛南面这传奇内底，就拢较有故事性较有故事性譬如讲，这是。我去迄个有来洗温泉，边一粒石头，我甲翕起来安尼啦这种我翕的相啦这种是我翕的相，毋是摕网络咧这种我每一百拢我家己翕的这个肉粽浸风水，这后来铺做翕啦这粒石头我甲伊写做安尼肉粽形的石头。落雨天浸风水，浸风水就是洗温泉浸风水治疗忧郁的性格、受伤的空嘴。冷水池的冰冷，温水池的烧热，双头浸像人生。马角洗袂去，车池卡内心，浸久就会清当然。你知影我是咧写人嘛？写人生，写人毋是咧写迄个石头。过去12本是食老才知的代志。你什么时阵开始感觉你老这每一个人不一定有的人足早就感觉伊老。我低头伫即个时阵，感觉我若是老所以我发现我有足济物件是，即个时阵差不多应该是60几岁的时阵啦我就感觉讲，足济代志我遮老才知影，以前拢毋知影，所以我写叫做遮老才知的代志特别是
人生竟然有遮尔险恶啊！人的心肝会遮尔歹，这以前我拢听人讲，家己拢无体会。食到遮老啊，这拢会误着，才知影讲，哇，有即种代志。这个断机啦哈，这嘛有选于迄个年度选哈。电脑断机的感觉，我完全会当体会。一开始掠准是下跪提早来，满树的声仔声，满耳的声仔声，满脑的声仔声，天气汹汹热起来，身躯开始变震寒，无张伫汹汹东跪东跪嘛来啊，身躯开始开胃起胃寒。银幕顶悬出现一条一条细咧细咧雾雾的线条，愈来愈雾，开始感觉朦胧，天地颠倒变，变来变去，逝来逝去，然后痛苦化作蜿蜒最后的心声，吐出来。天地逝了后。季节逝了后，心情吐了后，规脑冻结。我的动机，电脑完全会当了解。开机伤过久，佮同时开伤一个档案，伊就会安尼抗议。2008年哈，这是我。你也知影我咧写一种经验，这就是叫过落啦哈，过落。过落后壁就是死啦哈。过落要死之前，有问题啊。这就是迄个问题。这到尾啊，搁过好一冬，我着迄个心脏中风。这心脏中风的症状。迄阵医生拢抑个无法度判断，无法度诊断出来。这是过落产生的断机。迄个过程拢就是真正的过程。这个心脏中风，心肌梗塞，这好歹二运啊。我搁好运哈。虽然我开始心脏中风到入去病院，经过12点钟啊，迄在透早到迄暗，透早5点伫台南发生嘛，转来到台北，迄暗5点，佫发生，所以我就是送去急诊室，结果就是心脏中风，结果佫救回来，所以我算足好运啦，足侪人。就是无转来啊！我有一个朋友，我一个同学啦伊敢若出门的时阵，感觉怪怪安尼啊，心中怪怪安尼，所以隔壁诊所去看一下，隔壁诊所就事甲伊讲，你这爱去大病院，伊就紧计程车叫咧，要去大病院，就死伫计程车顶悬啊！到病嘛还未到，这个是心脏中风就是安尼啊。过去第11本，咱讲到11点的时阵，拄啊一半小可休困者啦小可休困者，互大家看买便所也好，还是讲啉水也好，然后休一下5分至10分，咱再个。转来讲第2节安尼啦分做2节。当然，这个时间你内面有要问问题嘛会使啦我是个早春，这是我第11本，但是这本呢其实毋是新的创作，这本其实是我早前的3本华语诗，我去甲伊选出来了，甲伊翻做台语啦。所以讲
碗式的早春啊，早春就是早前写的物件，啊碗式啊吼，像碗式啊。啊，我所以这嘛选这，我就无搁选物件哈。啊，这本嘛是选这本是伫蒙古出版的，是迄个蒙古文甲英文双语的对照的。这是叫做世界诗歌年鉴出版的哈。世界诗歌年鉴是伫蒙古出版，一档出版一本哈，拢是招世界的各地的诗人伫遐发表哈。个人嘛是选2010的时阵，这是台湾文学馆出版的台湾诗人选集，伊有选66个啦，吼，66个。听讲本地是要选60个，啊后来有一个无人选着去抗议，迄个人叫做余光中，伊讲是哪无选我的，因甲讲。你毋是讲你毋是台湾诗人，你是中国诗人啊！到尾仔因为伊的抗议，所以尾仔佫有补收6个啦，包括余光中，所以这66本吼。那诗选我就拢无搁念啦吼，因为就是诗选嘛吼，我就无搁念，我拢敢若念诗集，互你嘛知影讲我迄本诗集主要。是写甚物货？伊的风格是做安怎？伊的诗是安怎写？我每一本诗集略啊有无共款，当然我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不过我每本诗集有伊特色啦，拢有伊家己的特色。咱拢是罪人，这2004年写的。咱拢是罪人，我这首诗在写的是写讲，咱写台语文、做台语文的人，咱拢是罪人啊！逐个人拢咧发明家己的符号，要用家己的符号写，互台语文怎无法度推展，所以咱拢是罪人。当然我到尾仔，迄段就是写讲，咱希望拢会放下咱以前家己的坚持。互诗，互台语文啊，毋是互台语文有路通行，所以咱台语文才有法度入天堂嘛，吼。这本主题诗是啥呢？我有选，所以会使念啊。我当初写这首诗的时阵，是要来当作广告诗，就是讲我这首诗要当作一首广告，要刊伫各诗刊。文学杂志，这当然就台语文的相关的啦吼，因够可能会顶。我搁要付广告费，我就是安尼想啦吼。因为我要做广告啊，所以因看我的诗免花稿费啦，我要去付广告费。但是结果我种故事袂通啊吼，无人要接受啊，所以就无效了无效。无人啊，安那？你袂啊？你要看了？咱无写啦吼，这就是的。安那？老师是不是念一个？我感觉我这就是我念一个啦，吼，念一个。我念一个吼。咱伤爱台湾，咱拢是罪人。毋肯认罪，台湾人袂当上天堂。咱拢是罪人，咱伤爱台湾，甘愿用规世人的青春，有几个符号，想讲迄是 password， 靠这台湾话要通行无阻。想袂到愈面烂布，愈拼死杀。password 所变做一粒一粒大石头，甲规条路塌塌的，咱已经刷一骹步到真为难啊！咱拢是罪人，咱伤爱台湾，
请赦免阮的罪。阮甘愿用剩的性命，搬开家己补出来石头，互台湾话有路通行。这首诗伫2001年写的啦，我要当作广告诗。我即仔这首诗伫目前现此时，伊嘛是抑阁有效啦，咱嘛抑阁拢是罪人，安尼啦。咱休一下我即诗我即仔家己小可收起来所以大家人看会到安尼你干嘛不在？我先家己退出啦等下再用安尼。安尼算一节啦安尼恁会使先问一寡问题啦要啉水的啉水，要便所的便所，要休一10分钟啦好来。多谢金华老师，我想你今仔日做真侪分享，嘛真侪人有足侪感触，我着受足侪影响较听较甲你报告。我是感觉讲，就你头拄所讲的是讲所有的诗词是啥？遐我感觉拢就有意思。我嘛真想讲，想讲咱即边台语文分区咱的文学馆，我想讲内面的这报纸要来甲修正我是讲，你嘛已经有咱迄海岸的迄宣言遐我已经藏伫遐，顶日去你的书房，我甲你摕倒来迄块我即摆已经藏伫遐。但是我感觉，互我有搁较侪想法，就是讲，毋是干那迄啦。我甲迄间我要加藏足侪诗，较侪诗。甚至无我小可看你要介绍一个无？你要找一张较水的红仔头的我甲你答。我是讲，就是讲你我找几首，你感觉较有意思。我歹势无法度规间拢藏你的啦我想。我当然你也是我的。对 OK， 所以安尼想的是咱来拣几个你感觉上有代表性的我感觉差不多，咱的台语文园区，我嘛想讲，你互大家去有上无嘛洗礼小说一个就对啦。所以上无要来，上无爱有1点钟，无你干那寡行过，当然会使，我无反对但是安尼绝对无够，你不就是上无爱1点钟以上。上无你有遐济罐，你会当一罐到1点钟嘛袂要紧啦是来规日拢袂要紧。渐渐我会将足侪物拢藏入去，安尼好无？好，真好。好安尼你着要先讲你甲我拣几首我感觉你头拄咧讲迄首，你讲毋是红色的油炸粿，油炸粿哪红色的？迄个。迄个是我是你，听你咧讲迄个油炸油炸粿，我想讲你讲油炸粿，我讲油炸粿就毋是安尼，我想讲，我听无，我想讲，这油炸粿我讲但是你讲油炸粿会你安尼我会误会你给我念咱拢讲油炸粿无啦，油炸粿是我透早咧食油炸粿啦。你我听，我嘛是油炸粿。无你现在给我讲那遐。袂讲安尼会误会啦，所以你讲，我跟你讲迄个。诗就是要爱互你安尼去想啦。好啦，我即摆先甲你讲，我即个无读册的人，袂晓念诗的人，我听着你讲油炸粿，我想是安怎开始西装要用油炸粿去？这个是。有人你讲到油炸粿内裤大，内裤大那个。你讲啦？咱加拿大的迄个加拿大的朋友是无？对啦，咱就讲内裤大油炸粿拢有用的。对啦。内裤大甲内裤大接外语的外音。你讲内裤大，我还个，你讲油炸粿，我害我伫咧想不到，我想是哪块红色的。油炸粿哪会红色？油炸粿也红色。甲迄个
我也要夜夜背迄吼，我感这首我还蛮就有一个感触，所以我即摆先讲这两个啦吼，啊你当然你会使搁继续啦，啊咱着要搁真济咧啦，你看你要甲我整，就是你甲我讲油炸粿，我会踮咧先去边仔着去甲你注明，或者去甲你画一个图，去甲你斗好起来，好无？好，我现在先甲你先甲你有一个人拢甲油炸粿的啦，施明德，你会记施明德一定生做拢甲油炸粿。迄个油炸粿，伊甲你油炸粿，伊会甲油炸粿啦，又甲油炸粿，嘿对。但是迄因为伫阮伫台南人的油炸粿就是透早，对啦，对啦，所以你毋知影台语油炸粿还佫有迄个意思，你毋知影？我知。你食要除了你食迄个油条以外，即个嘛叫酒啦，酒啊，有人讲酒，有人讲酒。讲其实拜托你若讲油炸粿，我相信你若上次你清楚讲油炸粿，绝对是咧讲。油炸粿是直的迄条啦，对啊，直的迄条。啦，那个油炸粿啦。安尼啦，安尼啦。拜托，甲咱同款的人，较顶仔拢做伙徛一边，甲咱老师小甲抗议一下，安尼。我油炸粿是咧食的啦。你人讲内裤带的，内裤带啦，我来讲抗议。咱小可静一下，啊！你即摆要做石头啊？你安那搬？你先搬走，所以你是罪人。我毋是罪人，你是罪人。你厝伫遐，阮着听无啊。OK， 就欢喜老师今仔日用安尼的分享，我毋知其他的人若有共款的话，但是你课件我足认真听呢。啊，你若无反应的人，就是无认真听。有无老师安尼爱拍分数无？对，爱拍分数。哎，我几分？你100分。你一直无甲拍无就介意，我将你的意思甲改成是有假，我甲你变成有假去啊。老师请教者，即摆吼，迄个油炸粿拌咧，掠石头啊，拌了有较清气啊无？啊，石头拌较开切啊无？有较好一撮啦，但是我头有讲过，讲嘛是还佫有效啦，就是讲还佫有迄个，比以前有较好啦，比以前有较好，但是问题原材有搬较济条，啊，但是嘛还佫有啦，就是讲毋是讲规个拢清气淡淡啊啦，嘿。啊，因为有咱逐个做伙咧搬啊。咱逐个一粒沙仔直直甲搬开去啊！啊，像我即摆着甲你抗议啊！你油炸粿就是用食的，袂使买。啊，你嘛是小可搬一个啦吼，所以这样爱甲阮考虑啦吼，无我会讲伊上讲油炸粿哪会红色的。OK， 好，老师，我想先，老师会使收啊，袂即个学生。哦，那你8分啊，你8分，我唔当是你做学生啊，我拜你做老师。我靠！我搞要歹。OK， 好，谢谢。来，去上。哦，伊嘛讲油炸粿吼，雅卿啊，雅卿支持我。伊讲伊朋友嘛是讲油炸粿的。伊倒位人？伊倒位？伊倒位人？伊倒位？伊倒位？啊，你讲台南，我嘛是台南人啊。我知影你新营对无？我新化啦。新化毋是新营，我可能去就是新啦。去就新，大家毋是旧。新化，好新化，好。啊，佫有人有反应无？老师无采呢。你咧讲敢若两个甲你反应？咱两个100分。两个啊，其他人，你问问题无？哦，伊台南人，你看，有啊，伊伫银行啊，吼，伊台南人啊，吼，拢有，伊拢讲安尼，讲油炸粿，你看。所以这是足普遍啦，因为你可能嘛有可能你较无接触到一般人咧讲的即种话啦。
这民间讲。实在讲，我知啦，但是我常常听到有只歌，你是我。你我开的。其实我有听，这我知影啦，但是直接迄个强烈迄个程度啦，直接入去讲，有些过到对食，咱是咱看西装着个斗伊。你也想，因兜嘛咧讲，你看 Carol， 我讲你若讲直接写讲内裤带，还是讲领带。你若写安尼，甲我写讲油炸粿，你迄个感觉较无。无共款，无共款。对啦，无共款。油炸粿伊会加一种滋味出来，你知道？一种意思，一种感觉出来。因为油炸粿着炸甲做油条嘛，迄个人穿油炸粿就是做油条嘛，就加一个意思啦。你甲含写内裤带，是写领带，意思会无相像。油炸粿有加意思出来，你知道？这点我小可较个袂，你会穿西装吼，普通就是较正式、较正经的衣，较毋是油条哦。其实伊甲油条佫无同。但是我内底写迄就是有有这个人。哦，对对对，假影啦，假无影，假无影。我先会直接想，就是讲我直接听到油炸粿一声，因为我可能较爱食啦。一声就直接，因为像迄个，会走迄个油炸粿出来。所以毋是听无啦，就是讲一声的迄个重点，先出现的是油炸粿啦，安尼啦。佫较趣味就是讲，咱的诗内底吼，尽量要使用迄个咱意象语啦吼，意象语就是讲有形象的，有气味，也是有色彩的，的事，的物件，比用普通的较好啦。所以煎油炸粿会比写内裤带还是领带较好，因为伊有色彩，伊有气味，伊有啥货伊就加足济滋味出来啦。诗内底足爱种物件啦，莫讲足白足直接安尼，就加足济意思出来，会当产生足济人真爱的物件。伊毋捌听过，无人捌听过啊！即摆听啦，迄倒位人，老师先甲问看，迄倒位人，倒位人。捌听过是倒搭啦。伊即嘛想着想食油炸粿，台北人。老师，你即摆吟诗吼，迄个感情哦，放较深，你知影？甲比以前佫加真好听个。比以前伊就佫较侪岁啊，较侪岁就愈侪沧桑啊，就是较有滋味啊。抑佫有人要发言无？这有发言的，拜托互我知影，我希望会当传一丝仔小小的礼物，而且别人会无哦，我。你特殊的吼。嘿，我要较特殊的。我有哪来变数节，咱转来再个来讲第二节。好，事理无多。
无啊，袂使爱去招顺，无爱去甲我招一个人，无我嘛不爱办啊。袂啦，你去年酒以后，足侪人看，咱有已经顶面200-300人啊啦，甜对啦，足侪啊。啊，丢个100，啊，个对啊，有300。就30、40啦。但是我还佫唔甘心啊，我较贪心，听啊，教授，我比你较贪心啦，我较侪岁啊，所以我无较紧张，我袂使的，所以一个人甲我加一个，啊无我无爱办哦，我无爱办哦，吼，去甲我加上。好啦，啊无咱过来上第2节哈，好第2节课咱继续来，我去分享一个哈。我等你3分钟好，等你讲喏。我你来电，安你来电话。啊，你等你3分钟哦。伊咧操作，伊毋知迄边有啥物状况，我毋知影。阮遮你是讲敢若咱伫台顶安尼咧讲呢，后壁一堆人咧替你操作呢。是啊，知影真辛苦哦。人讲你足苦水，你无看着。你吼，迄个台顶吼，你讲伊骨水足要紧，但是会记你伊若食饭一定着爱食肉，安尼就会使。一定爱有肉。啊，若菜。肉多的啦。肉做的就对。好。会使袂？好啊，我要分享哈。好，来开始，请第2节，请咱清华教授佮继续。好来，我即马来，做一堆，这样，好来，风大，安尼对吧？有快哈？有啦，有，咱拢是做人。好，安尼，好，咱是做人了后，咱搁继续向前啦，向前就是向后啦哈。咱这倒退路的嘛哈，所以就是搁迄个向后，好来。过落去就第7本2004的时阵，我迄阵嘛其实嘛是3本做伙出啦哈，3本做伙出。这其中一本叫《母语的心灵鸡汤》，主要是推广母语的观念啦哈。啊，先来讲心灵鸡汤，就是咱的母语会诚做咱的心灵鸡汤，就若想咧食啉鸡汤安尼，会当得到补啦哈。啊，但是这本内底有。我拢写迄个时代啊，迄阵我伫哈佛教册嘛，啊，迄个时阵拄好不是要拍伊拉克，啊，伊还未拍进前，我就有写诗讲伊一定会拍哈，啊，结果伊拍了，我搁写这篇甲批评哈，这是我到今拢我的立场拢无改变啦哈，这拢是我反对的哈，听到美国总统布什。互人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迄天地球硬袂振动，放咧互日头甲伊射一粒，规涂骹落甲拢是天青，天顶鼓，拢是落雨糜。哈利路亚，天明开始看见，野狗开始讲话，小人院开始关外口的人。迄暗，不是甲攻打伊拉克的兵啊，因咧唱软歌手，全部得到和平奖。安尼啊，安尼恁知影我意思啊哈。我即马想反对即种任何大国去侵占小国的战争，即包括。美国拍伊拉克，啊，这个事实嘛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因为迄以后个愈凄惨嘛哈，愈凄惨。过迄当时我有出一本大人囡仔诗啊哈，迄这3本是做伙出的，2004做伙出，迄拢是伫哈佛时阵写的诗哈。
大人囡仔时拄好写要还查囝读的，阮查囝就拄读高中，啊，我拢是靠写诗，啊，伊读安尼就了解，用安尼即教育啦吼，安尼叫做诗教诗教。我毋捌去用语言去甲伊教，毋捌讲教条，毋捌啦，我毋捌吼。报着喜红啊！行路有风，讲话生动，会走会撞，毋但有武功，嘛会吐剑功。一切全是碰风，其实无半项精壮。人手若莫弄，人手若莫弄，人声若莫讲，一声一声戆戆，无声无说，萧风萧风。哦，不离啊！这首选入国中的台语课本了吼。啊，因为我真学咧教册时，我用报地喜红啊教台语啊。我中级班是报地喜红啊，伊学期尾就是爱演一出报地戏啦吼。啊，当然报地喜红互因人安尼尔啦，因无抑阁无才调，人学到我就讲啦吼，但是就是互伊，我放录音带啦，放录音带，啊，因咧照迄个去演安尼吼。啊，若高级班就到尾因就翕电影吼，尾因翕一出电影，伫迄个校内戏园演出吼。啊，初级班当然就是干那对话啦吼，啊，做家己对话啊，演地剧安尼啦吼。这是我伫校内教的3个班啦吼。过落来2001年。这本时选，就我迄阵所有写台语是到2001年时的时选，啊，2001就出一本，这是我第一本台语诗集啊，伫台南县文化局出版的哈，叫《新台湾人三部曲》，啊，但是出来册名敢若是李庆华台语诗集啊，因为伊规波。张经年拢家定哦，共一个拢是作者，啊，然后伊的诗集、散文集安尼尔，吼，迄阵是定安尼。啊，所以我迄阵一本诗集叫做《新台湾人三部曲》，即个册名煞无去啦。啊，不过我嘛有咧想讲，想搁家定出版，啊，定转来用《新台湾人三部曲》。啊，我只是讲要塑造即个新台湾人的观念。就是要什么叫做新台湾人，就是爱气杀中国，吼。啊，第二，就搁爱放杀旧的台湾人的观念，所以有足侪中国的观念、旧台湾的观念，然后才成做新的台湾人，所以3部啦，吼。啊，我就分3集去写的，吼。这其中有一首是拄好写改业，吼，改业。就1987年7月15日台湾改业纪念。这首一开始应该是第一首。其实我迄阵写时，一开始嘛是写华语啦，啊，因为你会说，所以我是1987年才开始写台语的嘛。就是这首诗，我就是伫台仔顶，伫群众台念的时阵念袂好势，用华语写念袂好势，才语言较浅，所以转来才开始改做台语啦吼。关于概念的龙仔来39档，台湾将其要来讨棒，向咱自由飞来飞去的一片天，无论要飞悬也飞低，拢袂过去碰到可恶的铁线网。毋过真奇怪，也无人放炮来庆贺，也无点仔免费招待过路人，无记者伫街头翕到欢呼的镜头。简单报纸顶、电视顶遐摇尾啊，尾啊摇到强要断去，其他一切拢共款。你的批邮局照常替你先看，收袂到的册也永远寄袂到。中外杂志永远互人抢空空，你的电话永远有人替你听详细。改验以后，一切照常。咱台湾永远无政治犯。敢若有良心的办法，
军训教官有愿伫校园内迫害咱的教育，安全单位有愿伫每一个所在制造无安全。改严以后，有愿伫黑暗中有2蕊鸟的目睭射出互人惊吓的寒光。这是改严哈，改严一讲。咱即马当然已经有足大的改变啦哈，但是刚开始的时阵，迄概念其实是假的哈，足侪物件无改变。当然以后就有落实啦哈。我最近有去请国安局的安全资料请出来啊，一箱足大箱啊，有8个案啊，像我这么故意的人，竟然有8个案对我调查，啊一箱足大箱的。哦，我就要读袂了，我即摆好好搁甲读，我就想拢无。若像我安尼人，就需要调查甲安尼，需要写较济安全资料。其他的人咧，像青玉姐安尼的人咧，我就想讲，我要来写一篇文章，呼吁大家拢去请，甲迄个。国安局请咱的安全资料，咱来迄个台北101吼，咱涂骹来排，拍去可能有101现在悬，无就咱来排淡迄个高速公路一张纸安尼排，可能规个高速公路排袂了啊！国家用遐济资源，叫人去监视遐济人，我拢有无法度想象哦。这内底足侪拢黑白写，根本拢有写毋对的做调查员去调查，都写袂正确。这个1987年我出的《一张国民三字经》，《一张国民三字经》是我开始写政治诗，参与政治诗写，我无用行动。当然，哪有部分行动啦，比如哪有行街头啦，等等。不过我无参与政治活动，不过我用写政治诗去参与啦哈。不过这本就是《一张国民三字经》，就是内底迄8案底有一个案内底就专门咧调查我写的物件，内底拢有我的诗影印入去，然后讲我的诗内底有啥物货。要准备叛乱啦，要什么台独啦，啥货，拢写几大堆。内底的诗就像安尼啊。我记得《一张国民三字经》，当然大家拢知影我的意思是啥货，但是我讲三字经，我就甲题目拢定做3字啦，定做3字，叫古理学。为喙唇到笔尖有偌远，这开始拢用中文写的。这我拢翻译过啦，都有台语翻译的。为喙唇到笔尖有偌远，为笔尖到鸡头有偌远，为鸡头到法院有偌远，为法院到家牢有偌远，为家牢到庆声有偌远，法院到民主有偌远。家牢到民主有偌远，庆声到民主有偌济公年。这是写古理学这个我这本是咧只后一个批判台湾的民主政治、台湾的独裁这物件，反民主1985年我有出一本《危情示范》，这是家己出版的自费出版。我自费出版的是即间一本，佮头前迄本第一本2本自费出版。这种大学时代，这是我已经参加春风时刊啊。春风时刊就出5期拢互警总伫出版社抄去所以这5本伫迄个网络底卖。拢价值足悬啦，因为足少有人有啦春风时刊，这是春风时刊出的《春风时状》迄阵阮出5本
这是其中一本《为情是花》，内底有笔法笔法。无张离头壳顶走出一支的白头毛，无张离亲人一个来离开。这支敢是二针啊？这支敢是三节啊？头前这支敢是拄过身的阿母？一支的白头毛。毋通甲伊挽掉，因是咱的亲人。总有一天，阮嘛变做别人头壳顶一支互人笑脸的白头毛。所以迄阵的《为情是花》内底有一集专门拢是写感情的这是其中一首。这是我第一本诗集啊。我家己嘛无一本诗集我读第三、第二第三个时出版的，1978年。应该是100-500本啦不过伫学校就差不多卖几啊百本啦，因为我阵做写作协会的会长，所以拢有推销协会内底的人，所以。这本诗集后来拢无啦，这本诗集，这本诗集甲头前这本诗集，因为伫网络这本诗集伫网络咧卖拢足贵啦，因为这拢差不多绝版啦。这本诗集伫网络咧卖，这本诗集伊竟然咧卖迄个800块的款，800你敢要买不过嘛拢无啦我看无人会买迄啦。除非我挑起啦这本嘛拢卖足贵啦，这拢绝版啦，这3本拢绝版啦，无当买这本网络嘛无得买，因为都拢无啊。我这本嘛是后来有一个朋友，我送伊，我去因兜的时阵，伊送我，送行我，因为我讲我拢无，我家己无半本的。所以这本一定要破高高，顶届迄个毋对一个台中文学馆的款，因讲要展览，要写我的第一本册安尼，要借这本，借这种利益落啊，这破高高啊。所以这本册是绝对无啦。我敢知影讲东海大学图书馆有一本啦，剩的我毋知影。这个方面诗啦，当然是当初是华语写的我也改做台语啦但是较含就是讲，我头仔迄本迄个讲暗色的早春，就咧选头前3本迄个华语诗集内底的诗嘛。这首诗是封面诗就是讲这本诗集的封面佮册名，竟然无选入去看偌含所以我即摆佫甲伊翻译出来白面的咱为着伫名字下骹挂一粒岩为着徛较悬，骹底搭真济别人的头壳。为落地较饱，为着有时毋知影为虾米，咱甲一个面混乌，这乌面就是你看大学生，可能真济大学生就拢这种想法，这种头壳在咧想，你看，这对人生足看破呢。大家人拢安尼。知名夺利我讲一个故事互你听，就讲有一个老和尚甲一个小和尚伫山顶悬看岸山骹的一个城市。这个小和尚甲师傅讲：“师傅哇，迄个都市遮尔闹热安尼人客吵有够闹热的啦，有够济人的啦。”因师傅讲：“你有看遐济人我较会干那看见2个人尔，哟他安尼，
遐济人，明明迄人遐济，遐老者，你较会讲看到两个人，讲对啊，我就看到一个叫做名，一个叫做利啊。好干两个人尔，你讲伊足济人，啊，就爱迄老岁小姐啦体会着。你看，我大学生的时代就体会这个，你看我即种人，即世人要哪过？大学时代哦，咱大家拢伫乱来的时阵，我就咧写种诗啊。安尼了啊呢？哦，安尼我诗拢念了啊，所以爱转来头前啊。爱转来，互恁问问题开讲啊，剩过20分。好，好，今仔日讲到这。我相信有人去问啦吼。好，讲咱伫读册会读台文，看到文的作者，我搁读还未读了就无去，你免啊？你敢会咱搁补一遍？Francis， 你等下再讲啊吼，是吧？看到文的作者讲招标，就有人讲我自细汉跟他讲走小肉，无咧讲招标。OK， 安尼，即个就是讲语序的问题啦吼。咱的台语序毋是讲咱干那咱讲的才算台语序，因为这讲台湾话人真济啦，有的当然是华语影响，受华语影响，这是嘛有影，就是有足济种可能。招标我嘛无。我嘛无讲招标，但是后来都有人讲，真侪所在讲招标，所以咱甲接受啦。当然就毋是讲走小肉就毋是啦，毋是。你嘛使讲走小肉啊，但是有人讲招标，咱嘛是接受，所以台语词就会较丰富啦。拢有各地的人的讲法，咱拢家学。我即摆学足济，我以前无咧讲的啊。其实咱家己讲的台语拢有限啦，咱捌的台语嘛足有限，所以是讲我即摆还阁足认真咧学，就是够济我拢毋捌听过啊，毋捌听过，袂当讲以你家己判断讲这我也毋捌听过，这他有即种讲法，袂使安尼讲。台语有真侪人咧讲，因的讲法咱也袂晓，咱就甲学安尼啦，好无？Francis， 好来换你。老师，我伫面册吼，看你背法，你去首诗吼，你一个朋友甲你背图吼，诗个两个更到顶哦，我感觉真好看，这就是真高高。那是大画家啦，迄大画家，南信德迄是大画家，是有机缘，所以我有熟悉着安尼。所以伊要我画伊讲要画28，要做个诗画展啦伊即摆已经画4、5首啊。伊大画家啦，南信德是5、3人奖的大画家，伊足出名啦，伊的图足贵啦。我是不好文啊，介有熟悉，所以伊要我画啦你感觉真好意见真悬。对啦，伊就是伊的画家，伊就是有伊的想法啦。你看笔法，伊家画做饭仔叶，你看。你看落去啊！对啊，笔法伊画出来是饭仔叶，你看。红色的饭仔叶。对啊。好来，佫有人送要问问题无？咱即摆就开放问问题哦，大小问题拢使问哦。真有这好无？清华老师，今仔日真正是足非常的感动吼。后边我较请你食迄个油炸粿好啦吼。嘿，食油炸粿敢会小细摊？迄个吼，我想有真侪诗，我感觉真值得通互逐个人。我即摆检查就是先一挂吼，然后譬如讲，亲像你的诗中间，咱嘛会当来办一场，就是一个，咱会当一年来办。甚至几遍拢不要紧，即摆咱就是拢互台语文园区希望要互更较热烈，更较有迄个较丰富吼。所以我想讲，若准你的诗，咱紧紧的一遍就一遍，
的做列诗的展览。哦，啊，若阵像着你讲，已经有人甲你画图啊，迄边着即段时间，比如讲，1个月、2个月，还是3个月做一个展览。迄就是你若认为讲，无对啊，等是间文学馆还是啥，还是学校，其实嘛会使做巡回展览。吼，咱就是讲，我的意思讲，咱一定就是爱搁较济活动。啊，有当时嘛，毋是干那亲着今仔日伫遮，会今仔有福气的，今仔听着。村里人抑佫无听着啊，所以咱爱佫安怎互咱，因为咱毋是干那咧做一直面表演跳舞跳了就煞去，咱是要做推动嘛。哦，所以这物啊是检测，我想咱会当安尼想，我才会当办用一个所在做一边拢练习，安尼别人嘛会欣赏的。哦，现在青蛙的现在来遐等，啊，我就变啦。啊，你啊，啊，了后较佫来大校，比如讲大学嘛会使做巡回展览。我想这毋是今仔日讲明仔载做会出来，但是就是一年一年准备。安尼好无？好啦，安尼好。啊，拄则有一个人问一个问题，我先回答啦吼，今仔等下袂记一日。有一个问讲，你个华语要翻做台语的时阵，有着啥物困难？其实这个是上困难的啦，啊。你两个语言你拢捌，要翻译上困难。比如我翻做一英语的诗嘛吼，我也未出版，过我的经理会出版吼，还有3本吼，伊拢诺贝尔文学奖的吼。迄个真得较无困难，但是台语甲华语是咱拢足熟的语言啊，非常熟的语言，所以咱咧翻的时阵是足艰苦，拢感觉讲。安尼翻嘛毋对，安尼翻嘛毋对，感觉拢无相像，所以即个是台语要翻做，华语翻做台语，特别是家己翻，困难度足悬啦，上高是互别人去翻啦，别人去翻，你着较无迄种艰苦，莫家己翻，但是无人要我翻啦，所以我只有家己翻啦。翻得足艰苦啊！我嘛有去翻别人的华语，翻做台语，嘛翻得足艰苦。伊两个语言拢足熟啊！翻了互原作者看，原作者嘛足不满啊！伊讲我都毋是安尼啊，所以我感觉这上歹翻啦。讲咱上熟的语言，因为咱台语是母语嘛，华语虽然是实名语啊，毋过咱的自细汉就学，所以就变成足熟，所以就这足歹翻啦。来，真国这你要讲。我借这个机会，就是讲，即摆大家有啥物款的要求，就拢会提出。我是直接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有人甲我讲吼，迄个咱讲即摆网络，也是个，就是遮迄个遮个老师的迄个。迄个写程式的人有法度，就是讲，咱已经现主是有法度讲，譬如讲，一句台语，就随用 AI 就随会当出来变做。有会当。有吗？已经有啊吗？有啊，足早就有啊。我写博士论文的时阵，就用着即种软体。好，安尼我落来了，再去找，因有人咧问啊。我毋是你知影，我毋是即方面的足内行的，所以就是紧问吼。知影看爱安怎，然后是毋是已经拢足会当足好用？然后咱当然足好用，逐个人会晓用。安尼这嘛是咱以后的工课就对啦。好，以上多谢。对。来，佫有啥要问问题哈？咱佫有15分钟会当讲哦，当讨论哦，来。我头仔咧讲迄个机器翻译吼，机器翻译其实是抑个足困难的啦吼。咱即摆机器翻译，抑个做啊无讲足杂种啦吼，所以你想看 Google 的翻译啥个翻译，拢抑个无遐尔水气吼，特别是咱即种台语甲华语即种足接近的，咱通常机器做出来，拢差不多六七成安尼啦。
拢是语词对译安尼尔，伊还佫无法度去翻译语法嘛，所以语词对译安尼尔。啊，所以7成，剩诶你嘛是爱人工来做，所以你爱佫做3、4成诶工课，无法度，逐项拢靠机器啦，但以后将来，当然我知影将来会当解决嘛因为咱即马就拢开始咧讲，免学外国话因为你机器拢差不多会好咱手机摕咧就会当翻译咱即马会当做就是即马目前 Google 安尼程度啦，咱讲会当翻译，咱去到外国免学伊诶话，咱就手机举咧我讲诶就翻译出来，安尼互对方看，互对方听。但迄毋是100%咱诶机器翻译，人类即马做诶就是可能差不多90你若 Google 咧做用英语翻译诶，迄差不多8、90有啦，咱台语甲华语差不多6、70当然就是有较赢无啦，长期尾就当解决啦。这本地语言学家就是安尼设想的语言学家就是本地现代语言学家就是设想人类的语言本来是共一个，所以全部拢会当转去到原来迄个语言来翻译。所以人类以后毋免去学别种语言你著只要你迄个机器拢会当做出来语言学家本地是安尼相信的啦。长期尾会完成啊，但是即摆目前所做的语言学家所做的，嘛是做到语法即个阶段语法嘛要做完整。阮咧做语法的时阵，阮嘛知影讲，咱人类即摆语法的研究，嘛是做到90%尔，10%拢还佫无法度处理但是语学家相信讲，人类的语法拢共一个，拢有法度通用规律去解决，安尼啦。这是应该是过20-30天就解决啦。咱也学较久诶，为了去问，台语词有性别定有性别要调查啥诶？我无清楚你诶问题，你敢要用讲诶？语词，咱台语是无性别诶。做人是讲，查甫囡仔要嫁互人啊。要做人，要做人，嘿对，要做人。毋过咱今仔要做人，今仔要讲一个查甫，伊想要嫁互查甫，安尼我嘛要讲要做人，咱就讲安尼。会使会使。即款即款事是查甫的甲查甫的斗做伙安尼中间，毋过我即摆会斗我查里变迄个斗，伊是讲斗，斗，斗做迄个奋斗的斗对。毋过若斗做伙，我若要写2个查甫的，我是2个查甫的，有可能别人讲对这就是查甫的甲查甫的。我就做恶下了，有性别问题。咱即摆性别就差不多就是安尼，咱毋是干那剩男性甲女性嘛，所以男性甲男性你嘛是拢有当用就是对等去使用就对啦。所以讲做人，讲这个查甫要叫另外查甫，伊嘛是做人伊嘛是嫁伊嘛是娶就是用迄个两性的社会在使用去用啦。毋免讲佮生新诶出来啦，多谢先生。会当会当，有人问讲布袋戏用布袋戏红去教台语是囡仔足爱啊。我去澳洲教诶时阵，我嘛是拢做红去教因教，因偌爱呢。然后互学生囡仔起来顶悬，人伊足欢喜诶啊。伊无一定有材料讲啦，但是你著放录音带你对录音带迄人足欢喜诶。我开钱去请人做咧，做布行我早去。囡仔足爱即种物件啦，包括大人囡仔、学生囡仔，拢足爱啦。所以用布行，我拢用布行你教语言你若无即种这尔活、这尔生动诶教法。
教语的足歹教，教语的非常歹教，比教其他名较歹教。啊，所以我拢用播王啊，用播王啊咧演啊，啊有角色，啊有动作，啊有声音会让你变化。你咧演的时阵，咱变化你的声音啊。哦，啊，我毋是主张讲去看咱的布袋戏去学台语啦，我无主张安尼啦。啊，因为咱的布袋戏迄台语拢无成台语啦，迄已经拢走进去啊。哦，布袋戏台语毋是台语啦。哦。拄一人拢倒边去讲布袋戏台语讲啊偌纯正偌啥货，迄拢咧讲文言音安尼尔，吼你假讲是迄个，囡仔听无，迄个毋是台湾话啊，听无。我反对迄种诶，但是你用布王啊，用布戏王啊，用现代话去演，教台语足有效啊。青龙姐，你要讲啥？我要讲啥？老师，你来教布袋戏红啊，好无？会使啊。会使吼，即摆是讲，大家拢有听诶吼。啊，袂用讲音报名。我有迄个用迄个。安尼，即个月会使袂？即个月会使袂？会使摆插入去袂？即个月来插入去。我较听落来较讲吼，我即摆是甲你讲，即摆大家有听着吼，老师已经答应要来，这会使嘛会使实体的啦，吼。啊嘛会使原来伫网络的啦，哦，我想我先好，啊，你等下先下顶啊12点下课了，我就要找你啊，吼，咱先讲的吼，你袂使走吼，好，大家知影佫有福音哦，吼，你若有上课有认真听，你着后壁着无聊啊，你若无认真听，你无听着迄你的代志啊，吼，好来，大家到时来用唱的啊，吼，来，好，我放佫先占时间。还有人无？好，讲我讲了，就我切转去啊。好。我迄阵伫哈佛，遐玻璃啊，拢买拢关咯，哈佛，我无机会要走呢，我无菜。我紧就去做。用心。啊，我即摆有报王啊，我有开钱，有请人做报王啊。哦，安尼好，安尼随会使来教，随会使。你啊，报王啊。好 ，OK。拢我的迄个。哈佛台语讲来迄个角色啦，角色。啊，我叫伊照迄角色去演去做啦。头拄仔讲的足济，你若会当用讲话就讲啊，因为你写字吼，咱咧无法度，迄种足细字吼，无法度读清楚呢。你若有问题要讲话，啊要发表意见，你着举手啊讲，好无？你用写的吼。哦，对啦，迄个来去转啊。客官，老师你好，老师你好，今日听老师的诗吼，真感动。啊，只是讲我因为第一摆听，吼，第一摆听，所以就是较都爱看。啊，看先看老师的迄 PPT 吼，迄字有较水。啊，放了那个大荧幕了，啊是较细腻，因为老师有迄艺术性嘛，所以。有当时迄安排可能就是有大字有细字，啊，迄内底水文的诗就较细字，啊看就较，因为拢有戏啊，我也有戏啊，所以较食力啊。我想讲老师的诗嘛，会当讲较大字的，啊，你文我看较清楚。啊，第二个，没啦，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过来就讲老师其实有足多一条一条的诗嘛，啊，一条诗吼，因为足丰富的。啊，你若一条诗，就是一个方式，因为老师即摆是一条诗，啊，一条诗有2、3页，但是迄形式无共款，啊，看起来就敢若我就有当时讲啊，即条诗敢了啊，啊，过来第二个因为形式无共款，我就讲啊，我好搞，所以一条诗若就是一个形式，拢是一个会议，安尼我就一直啊，我就知讲这是一条诗。啊，过来第2条诗，咱佫换一个形式，所以我安尼时咧看戏，我会知影讲这是一条诗，完整的一条诗。第3个就讲，因为我是亲像咧有一寡字我看着，但是我未学着。啊，若会使有罗马字，我就会知影要安怎读，因我就读了。啊，老师佫朗诵，啊，佫敢若咧。带阮咧读，啊，所以安尼时我就会有更较多安尼时，啊，这是小小的建议，互老师参考安尼时，啊，多谢老师，真感动，多谢老师。多谢。拄则有一个同学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讲翻译的代志吼。咱拄则咧讲机器翻译吼，无包括诗啦，
诗是袂当翻译的，我大部分拢知影嘛吼。咱拢甚至讲一般的文章啦，啊语词对应嘛，诗真正无法度啦，诗照讲是袂当翻译啦，翻译做啥货拢有走精啦吼。毋过你的诗若有整体性有一个意念，迄个意念翻译是无问题啦，语词是无法度啦，所以咱咧讲机翻译无包括诗啦，诗是袂当做，机器无法度做啦。咱时间已经到吼，不要紧，就是爱将。喂。再过2分的啦。再2分。再2分，所以我要紧个讲话。再2分。两只手，玉萍。两只手。教授我想要请教的是，阮爸接受台语，旧年中国级认证通过，因为要考专业级，伊内底有，比如讲伊有散文改做台语诗，还是讲诗改做散文，安尼这敢有啥物美感？是讲爱注意啥？有啦，我会讲啦，我上课会讲啦吼，我后礼拜会上课我会讲到这，真的遐这无共问，咱即摆咧讲诗，迄另外课啦，认真诶课我会讲啦，我会讲到迄啦。后礼拜啥物时间会有即种课程？你若报名，因都有这认证诶课程，我有编册啦吼，我若编册叫咱来考美诗、美甲诗。即摆伫咧上出版社，我拢甲按照到拢看过啊。所以出版社有可能过几个月就印好啊啦。有3本。你咧讲这我拢有写，我嘛有写吼。多谢了解。